活到70歲，早就過咗要睇人面色做人嘅年紀。老實講，到咗呢個階段，如果仲孭住一堆爛銅爛鐵、陳腔濫調過日神，咁係同自己過唔去。今日執屋，撕翻啲舊相片同舊物件出嚟，有個後生仔過嚟幫手，一路執一路問我：蔡生，個個都話你活得通透，你長壽快樂嘅秘訣究竟係乜嘢？我望住嗰堆雜物，笑笑口同佢講：秘訣其實簡單到極，就係3個字：抌抌抌。人嘅呢一世，前半生都係嗰度做緊加法，我哋拼命去抓去買，去識新朋友，去爭嗰啲名利地位，驚死自己擁有嘅嘢比人哋少，呢樣好正常。後生嘛，火氣旺，胃口大，乜都想試一啖。之不過到咗70歲之後，如果你仲喺度做加法，嗰種就係災難啦。你嘅體力、你嘅精神，甚至你嘅腸胃都裝唔落咁多嘢噶。去到呢個時候嘅人生，一定要係一門做緊法嘅藝術。應該抌嘅嘢，如果唔嗱嗱聲抌咗佢，留低絕對係害自己。呢句說話絕對唔係危言聳聽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好好咁盤點一下，人過70，有5樣嘢係你必須狠下決心，即刻抌落垃圾桶嘅。我哋首先講下呢第一樣嘢，亦都係最直觀嘅，就係嗰啲着得唔舒服嘅舊衫，同埋屋企嗰啲800年都唔會用嘅破爛雜物。我呢代人或者比我哋後生少少嘅60、70歲嘅人，骨子裏都有種唔捨得嘅毛病。呢個都係時代嘅烙印。細個嗰陣窮過物資匱乏過，所以覺得乜都係寶。你哋去睇下好多老人家嘅屋企，直頭好似一個小型嘅廢品回收站咁。就算係住喺高尚屋苑嘅阿伯阿婆，屋企都係塞到冚唪冷。食完外賣啲膠盒洗乾淨，儲起佢。買餸帶返嚟嘅膠袋一層套一層塞喺櫃桶入面。中秋節裝月餅嗰個鐵盒留返嚟放針線，甚至連20、30年前嗰部舊式 Nokia 嘅充電線都仲齋埋一齊放喺櫃桶最入面。你問佢點解唔抌，佢實會有句說話等住你。萬一以後有用呢？之但係各位老友記，呢個萬一往往係1萬年都用唔着。後生嗰陣，我喺邵氏電影公司做監製，成日要喺外面跑去南斯拉夫、去日本、去歐洲，跟住大劇組風吹日曬。嗰陣時為咗所謂嘅體面，或者講得白啲，為咗喺鬼佬面前，喺嗰班大老闆面前撐得起場面，我經常要着嗰啲剪裁非常修身嘅西裝，打住箍到實晒嘅領呔，腳上踩住硬金嘅英國皮鞋，去參加個康城影展，喺嗰條紅地毯上行一圈，睇落光鮮亮麗，查實對腳趾喺對皮鞋入面抗議緊。嗰陣時覺得嗰啲係規矩，嗰啲係身份。而家呢，你入去睇下我而家個衣櫃，邊度仲有咩箍到實嘅西裝啊？一年4季，我最中意着嘅就係嗰種分袍大袖嘅和尚袍，又或者係輕薄透氣嘅唐裝大褂。出街唔使用乜嘢名牌公文包，是但揾個布做嘅和尚袋掛喺膊頭度，裝到本書，裝到包茶別就得噶啦。點解？因為到咗70、80歲，身體係最誠實嘅，舒服係呢個階段最高嘅生活準則。嗰啲因為唔捨得抌，又或者因為成日諗住有朝一日會瘦翻着得翻嘅窄身衫，嗰啲令你覺得束落箍住晒啲肉嘅衣物，全部統統都應該抌咗佢。你為咗嗰啲衫委屈自己嘅皮肉，呢啲唔係貼錢買難受係乜嘢？再講翻嗰啲雜物，從現實同科學嘅角度嚟講，屋企堆滿雜物，對老人家嚟講係一個巨大嘅安全隱患。你哋知唔知道70歲以上嘅老人家最大嘅健康殺手，除咗心腦血管疾病之外係乜嘢？係跌倒啊！老人家嗰啲骨頭脆，唔襟跌。我見過身邊唔少老朋友，本嚟個人都仲好硬淨，就係因為半夜起身去廁所，俾地下一沓沓嘅舊報紙，或者俾個唔知點解會放咗喺走廊嘅紙皮箱啃到呢一跌，胯骨直斷咗，大髀骨裂咗。人一旦喺呢個年紀瞓低咗喺床，跟住落嚟就係肌肉萎縮、肺部感染，甚至好多人一瞓低就從此冇再落到床。你睇下，就係因為唔捨得抌個沓，拎去賣紙皮都值唔到幾蚊嘅舊報紙。
最後補上去嘅係幾十萬嘅醫藥費，甚至係一條命。你話呢條數計唔計得過啊？所以話抌嘢唔單止係清理空間，更加係清理隱患，將嗰啲3年以上掂都冇掂過嘅嘢，果斷咁打包抌走佢，令到你個客廳寬敞起嚟，令到你條走廊冇阻冇擋，等陽光可以毫無遮擋咁照入你間屋。當你喺一個清爽、乾淨、寬敞嘅環境入面生活，你個心情自然會好，呼吸都會暢順好多。嗰啲破爛雜物唔係財產，係包袱。講到呢度，各位觀眾朋友，你可以而家就岳高頭望下你四圍，又或者諗下你阿爸阿媽間屋。如果你屋企都有嗰種塞滿膠袋嘅櫃桶，或者唔捨得抌嘅舊紙箱，不如而家就喺評論區打出囤積狂3個字，大家一齊嚟報個到，睇下究竟有幾多人俾呢種無謂嘅。節冷咁戒咗承認佢，就係改變嘅開始。聽日就喐手抌晒佢哋啦。接住落嚟，我哋要抌走嘅第2樣嘢，呢樣嘢可以話係而家老人家最易中招嘅陷阱，就係苦行僧式嘅戒口，同埋嗰一大堆根本冇用嘅所謂保健品。我蔡莊呢一世離唔開食，亦都中意講食。我有個出晒名嘅嗜好，就係食豬油撈飯，熱辣辣嘅白飯，不一殼雪白嘅豬油，淋上頭抽靚黑醬油，嗰陣香氣一飆上嚟，直頭係俾個神仙你都唔做。只不過呢幾年不斷有人，甚至係好多專業嘅醫生走嚟同我講：蔡生啊，你咁大年紀，點解仲可以食豬油噶？嗰啲膽固醇好高噶，會塞血管噶。你應該食多啲白水眼青菜，食多啲麥皮，要清淡，要低脂，要紅糖紅鹽。我每次聽到呢啲說話都係得啖笑，我成日都攞嚟講笑。當年嗰班苦口婆心勸我唔好食豬油嘅醫生，有啲行得仲早過我而家啲養生觀念，將啲老人家嚇到鼻哥窿都冇肉。今日有篇文章話食雞蛋唔好食蛋黃，聽日有條片話食紅肉會致癌，後日又話食海鮮尿酸高，搞到最後好多阿伯阿婆每日坐喺飯台前面望住成台餸，呢樣又唔敢掂，嗰樣又唔敢夾，硬生生將自己變成一隻食草嘅羊。我嗰個老友倪匡在生嗰陣係最攤脫嘅，佢中意食肉，中意飲酒，中意食煙。去到晚年，人哋同佢講：倪匡啊，你要話戒酒啦，你要食少啲肥豬肉啦，佢睬你都傻。佢話如果人仲生存緊，連食一啖自己中意嘅嘢嘅權利都冇，咁活到100歲又有乜嘢意思呢？金庸先生都係一樣，雖然比我哋斯文少少，但都係識得享受美食，順應自己嘅心意。好多老人家跌咗入一個好大嘅誤區，以為越清淡就越長壽，但查實最新嘅醫學研究早已經表明，對於70歲以上嘅老人家嚟講，有少少肉地反而係一種保護色。老人家新陳代謝慢，吸收能力差，如果長期過度戒口乜都唔敢食，係非常容易導致營養不良。營養一跟唔上，你啲肌肉就會流失，呢樣喺醫學上叫少肌症。肌肉冇咗，你連行路嘅力氣都冇埋，抵抗力一落千丈，稍微有啲風吹草動，一個小感冒就可以將你 KO。 相比之下，有少少肉地，吸收咗足夠蛋白質同脂肪嘅老人家，喺面對疾病嘅時候，個底子厚好多，捱得過去嘅機會都大好多。只要你啲指標唔係高得太離譜，只要你身體冇出現嚴重嘅併發症，順應你個腸胃，食翻啲自己真心想食嘅嘢，有乜咁大不了？食得開心，你個腦就會分泌多巴胺，心情好，呢樣先係最好嘅靈丹妙藥。嗰種每日提心吊膽食白水亞菜嘅苦行僧日子，嗱嗱聲將佢抌落垃圾桶啦。既然講到呢度，我哋有互動下。平時有啲乜嘢係你好恨食，但係醫生或者你啲仔女死都唔俾你食嘅，係唔係紅燒肉，定係街口嗰檔油炸鬼，抑或係嗰一小杯靚白酒？歡迎喺評論區話我知，等我睇下真正嘅美味喺晒邊度，大家交流下。話唔定你發現原來好多人都偷偷地食緊噶，同呢種病態界相化相成嘅，就係另一大毒瘤。嗰啲五花八門貴到嚇死你嘅保健品，
呢個真係一個好荒謬嘅現象。你叫個老人家去街市買塊靚少少嘅牛肉，使咗幾十蚊，佢赤到喺度打冷震，仲要同個小販討價還價針成半日。只不過只要有幾個着住西裝打晒呔嘅叻達仔走入小區度派傳單，一把聲阿爺前阿嫲後咁叫，同佢哋斟茶遞水洗腳，陪佢哋傾下偈，然後拎出一盒包裝精美，連成分係乜都唔知嘅所謂特效保健品，就算一盒要幾千成萬蚊，呢班老人家眼都唔眨，一下就俾錢買咗。佢哋買嘅係健康咩？查實好多時候佢哋買嘅係一種虛假嘅關懷，又或者買嘅係一種對死亡嘅恐懼。嗰啲保健品講到天花龍鳳，又活化細胞啦，又返老還童啦，又清理血管垃圾啦。老實講，如果世界上真係有呢種神仙藥，秦始皇晨早食咗啦，仲輪得到我哋喺小區排隊買？呢啲所謂嘅保健品，大部分就係撳粉加少少維他命，食你唔死，但亦都絕對冇任何神奇嘅療效。更過分嘅係，有啲入面違規添加咗啲西藥成分。老人家嘅肝腎功能本身就弱，食呢啲唔知透唔知路嘅嘢，反而加重咗肝腎嘅負擔，最後食到出大事。我哋要將對保健品嘅迷信徹底抌走，真正嘅保健品就喺街市入面，喺當造嘅新鮮蔬菜入面，喺一條游水嘅靚魚入面，喺一塊新鮮嘅土豬肉入面，將買保健品嗰筆錢慳返落嚟，俾自己買嗰啲好嘢食，帶埋老伴去附近啲風景靚嘅地方度個假，浸個溫泉。呢種由內到外嘅放鬆同營養嘅攝取，比食嗰一堆膠囊藥片唔知強咗幾多倍。人過70，我哋嘅身體就好似一部行咗幾十年嘅老爺車咁，零件磨損耐唔中有少少雜音，有少少小毛病，呢啲全部都係自然規律。我哋要學識同呢啲小毛病和平共處，而唔係企圖用啲乜嘢神仙丹藥將佢恢復到出廠設定，接受佢，擅自待佢，順其自然，應食就食，應飲就飲。你只有將嗰啲莫名其妙嘅養生焦慮抌走，將嗰啲呃人錢嘅保健品抌走，你先至可以真正體會到晚年生活嘅輕鬆同自在。我哋要抌走嘅第三樣嘢，就係嗰啲虛情假意嘅無用社交，同埋心入面嗰啲陳年舊恨。我呢代人後生嗰陣為咗生計，為咗事業，邊個唔係喺人情世故嘅泥沼入面打滾？以前我喺江湖打滾，喺香港電影圈嗰個名利場度，乜嘢三教九流嘅人我都要見，乜嘢大細嘅局都要去應酬，燈紅酒綠，推杯換酒。好多人表面同你稱兄道弟，轉個頭可能就為咗一個角色，一筆投資反面唔認人。嗰陣時，就算你個心再唔中意呢個人，表面上都要扮到一團和氣，因為你要生存，你要積累人脈。但係而家呢，我都70、80歲咯，啲泥都冚到上頸，仲有乜嘢人脈好積累？仲需要睇邊個嘅面色做人？我而家嘅規矩好簡單，唔想見嘅人直接閂門送客，唔想聽嘅說話左耳入右耳出。我啲時間幾咁寶貴啊！過一日少一日，每一分鐘我都要用嚟做自己高興嘅事，憑乜嘢仲要嘥喺嗰班虛情假意嘅人身上？你哋睇下，我呢幾年啲好朋友一個個咁走晒。黃麗走咗，嗰個每次飲酒都要放聲大笑，講鹹濕笑話嘅才子唔喺度咯。倪匡都走埋，嗰個成日有啲稀奇古怪諗法，同我一齊拍節目，一齊大啖食肉嘅老監童都唔喺度咯。金庸先生都去咗西去啦，最好嘅朋友離開咗身邊嘅位置，吉咗出嚟，但係我都冇打算去識啲乜嘢新嘅所謂朋友嚟填補呢個空缺，因為真正嘅知己係需要時間、需要緣分去沉澱嘅。老朋友越嚟越少，但亦都越發珍貴。剩低落嚟嘅幾個，大家間中出嚟飲杯茶，傾幾句真心話，咁就好足夠啦。至於嗰啲平時根本唔行下，一嚟揾你就係揾你着數，或者成日喺你面前吹咁攀拜，甚至係搬弄是非嘅所謂親戚朋友，嗱聲將佢哋喺你個通訊錄度刪走，抌出你嘅生活。除咗無用社交，更加要抌走嘅係個心入面嘅陳年舊恨。
去到呢個歲數，邊個未遇見過幾個人渣？邊個未經歷過幾單爛事？可能有人喺30年前呃過你筆錢，可能有人喺單位入面踩過你上頭，又或者你某個親戚曾經對你落井下石。好多老人家去到晚年，一個人坐喺梳化度，諗翻起呢啲往事，都係會嬲到成個人震晒，咬牙切齒。何苦呢？你喺度嬲到個肝都痛埋，人哋可能晨早已經唔記得咗你，甚至乎人哋可能早就過咗身。你攞人哋嘅錯誤嚟顛覆今日嘅自己，呢單係天底下最快笨嘅買賣。從醫學嘅角度嚟講，老人家嘅心腦血管係非常之脆弱嘅。每一次你生悶氣，每一次你大發雷霆，你啲血壓就會飆升，血管就會收縮。好多老人家突發性心肌梗塞、腦溢血，就係因為情緒太激動，為咗當年嗰啖冤屈氣，搭上自己今日嘅半條老命，值唔值得啊？所以話將啲舊恩怨當係個屁放咗佢啦。當年邊個得罪過自己，邊個借錢冇還，就當佢哋唔喺度噶啦，連嬲嗰道力都慳翻。如果你真係覺得個心揦住，你可以喺評論區打出放低2個字，或者用一句說話將你心入面最抌唔低嗰單嘢打出嚟，寫咗出嚟之後，就當係將佢徹底抌咗入互聯網呢個垃圾桶度，以後再都唔去諗佢。我哋要做個自私少少嘅老人家，保護好自己嘅情緒價值，呢樣先係長壽嘅秘訣。接住落嚟，我哋要抌走嘅第4樣嘢，可能會篤中好多人嘅痛處，就係對啲子孫後輩無處不在嘅操心，同埋嗰種根深蒂固嘅控制。中國嘅老豆老母係呢個世界上最辛苦嘅一個群體，呢個似乎係我哋文化入面嘅一個魔咒。後生嗰陣為仔女操心讀書，操心揾工，仔女結咗婚要操心佢哋買樓俾首期，好唔容易等到仔女成家立室，又開始操心啲孫仔孫女嘅奶粉錢、補習班。好似只要自己仲有一啖氣喺度，就覺得仔女永遠都係仲未長大嘅細路仔。我雖然冇仔女，但呢個都係我自己嘅選擇。我覺得咁樣幾好，落得清靜。只不過我冷眼旁觀身邊嗰班老友嘅人生百態，真係覺得又可憐又可笑。我有個老朋友，自己就快80歲㗎喇，每日都愁眉苦臉。我問佢咩事，佢話個仔最近想辭咗份工，轉個行業。佢覺得新行業唔穩定，日日喺屋企同個仔鬧大交，硬係逼個仔留返喺原本嗰間公司。結果點？呢個仔嫌佢煩，索性10日8日都唔返屋企。呢個阿伯自己嬲到高血壓，發作入咗醫院。我同佢講：你直頭係食飽飯冇嘢做。你個仔都成50歲人啦，佢有佢自己嘅人生閱歷，佢面對緊嘅社會環境、經濟形勢，同你哋嗰個年代喺工廠黨度捧住個鐵飯碗嘅時代，晨早已經完全唔同晒啦。你用你嗰一套幾十年前嘅老黃歷史去指導佢而家嘅破局之道，點可能行得通㗎？好多老人家之所以黑仔女憎，就係因為冇咗條界限，成日打住我都係為你好嘅旗號去干涉後生仔嘅生活方式。仔女買乜嘢衫你又要管，叫個外賣你都要吟沉半日話唔衛生，甚至連個孫女週末瞓晏少少你都要企喺床頭教育一番。你以為呢啲係愛？喺後生仔嘅眼裏面，呢種就係一種令人窒息嘅控制。將呢份操心同控制壓抌咗佢啦。記住一句老說話：兒孫自有兒孫福，莫為兒孫做馬牛。兩代人嘅生活方式唔同，強行干預只會引發無休止嘅家庭矛盾。你將個重心放返自己身上，唔好咩？有退休金就攞啲錢去旅行，去睇下祖國嘅大好河山，對腳行唔到遠路咯。就喺屋企附近品下茶，行下街市。我最中意行街市噶啦，嗰度有最鮮活嘅人間煙火氣，望住嗰啲水靈靈嘅青菜、跳跳點嘅海鮮，同嗰班小販討價還價，呢啲係幾咁有趣嘅事情啊！你去發掘下自己嘅愛好，練下書法、種下花，或者學下用智能手機拍下片。當你將自己嘅晚年生活經營得豐富多彩，每日都笑呵呵，將自己當係個老鑒童，
唔去招惹後生，唔去評判佢哋嘅生活。啲後生反而會覺得你呢個阿伯阿婆好鬼有型，佢哋反而會心甘情願咁走嚟親近你。各位老友記，你哋話我講得啱唔啱？如果你哋平時都成日因為操心仔女嘅事而心煩意亂，不妨喺評論區留低兒孫自有兒孫福呢句說話，當係俾自己立下嘅一個規矩。聽日開始放手掌管，淨係你自己開唔開心。最後我哋要抌走嘅第五樣嘢，亦都係最沉重嘅一樣嘢，就係對尋日嘅遺憾同埋對死亡嘅恐懼。人老咗好多時都中意回憶過後，回憶下，嗰啲遺憾就出晒嚟。唉，當年我如果落咗海經商，而家可能都係個大老闆嚟。當年我如果對個老婆脾氣好少少，佢可能就唔會走得咁早。當年我如果咬實牙關喺市中心買層樓，而家就唔使同個仔逼喺呢間舊樓嗰度。呢啲如果就好似毒藥咁樣，一點一滴咁侵蝕緊你嘅晚年。尋日嘅事已經發生咗，歷史係唔可以假設嘅，時光亦都係唔可以倒流嘅。你每日沉醉喺悔恨入面，除咗令到你今日呢碗飯食唔香，今晚呢覺瞓唔好之外，冇任何實際嘅意義。唔理你過去係風光定係落魄，係做咗正確嘅選擇定係行咗一段冤枉路，嗰啲都係你獨一無二嘅人生體驗。好嘅壞嘅照單全收，然後將佢打包抌喺腦後。比遺憾更加得人驚嘅係對死亡嘅恐懼。成日都有後生仔，甚至係記者走嚟問我：蔡生，你咁識享受生活，咁識食識玩，你怕唔怕死㗎？我每次聽到呢個問題都覺得好好笑。怕有乜用？唔通你日日裝香拜神，或者匿喺俾佢度騰震？個天爺覺得你可玩，就會喺閻羅王嗰度將你個名劃走咗佢咩？古往今來咁多帝王將相，煉丹嘅煉丹，求仙嘅求仙，邊一個走得甩呢一關啦？生老病死，春夏秋冬，呢啲就係大自然最基本最公平嘅規律。心理學上有個講法叫做接納。當你真正坦然咁接納咗死亡嘅必然性，你對生命嘅焦慮就會一瞬間消失，你嘅精神內耗就可以得到極大嘅減輕。我不料都覺得人生就好似一場大型嘅宴會咁，我哋都係俾人邀請嚟嘅賓客。喺呢場宴會上，好食嘅我哋食過啦，好飲嘅我哋飲過啦，靚嘅風景我哋睇過啦，好玩嘅嘢我哋都體驗過啦。而家酒足飯飽，宴會就快散場，主人翁話時間夠鐘啦，咁我哋應該點做？梗係拎起件衫，同主人講聲多謝招待，然後拍拍個爐友，打東騰咁行出門口。唔通你仲要死咁揸住張台腳，賴死喺度唔肯走，甚至因為食唔到下一道菜喺度大喊十咩？咁樣太核突啦！將每一日都當係賺翻嚟嘅。每日朝早擘大眼，發現自己仲有呼吸，仲可以見到太陽，仲可以落樓食碗熱辣辣嘅雲吞麵，咁就已經係天大嘅福氣。活在當下，享受當下，唔去諗嗰啲虛無怨懟嘅來生，亦都唔去恐懼嗰個最終嘅結局。活得通透，行得登難，咁先至算係不枉此生。好啦，今日吟沉沉講咗咁多，總結起嚟就係一句說話：活到我哋呢個歲數，生命就係一個不斷做減法嘅過程，包袱越輕就行得越遠。抌走唔舒服嘅雜物，抌走變態嘅戒口同保健品，抌走虛偽嘅社交同舊恨，抌走對仔女嘅控制，最後抌走對死亡嘅恐懼。今日將呢5樣嘢抌走咗，聽日你就會發現，就算只係一碗清茶，一碟最簡單嘅豬油撈飯，你都可以食出神仙嘅味道。生活嘅美好從來都唔在於你擁有咗幾多，而在於你放低咗幾多。如果你覺得我呢個阿伯講嘢都仲有幾分道理，覺得今日嘅內容覺得對你有咁丁咁多嘅啟發，唔記得喺條片下面俾個 like， 亦都歡迎你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隔念嗰個小粒燈。大家得閒就多啲喺評論區同我傾下偈，就算係鬧我幾句老尷故，我都好樂意睇㗎。我哋下次再一齊傾下呢個人間仲有乜嘢好食、好玩、好睇嘅嘢。散會。
祝大家都可以有個輕裝上陣嘅快